房委會為建設一個傷健共融嘅和諧社區，喺轄下嘅公共屋邨進行多項工程，改善無障礙設施，令到唔同年齡同埋體能嘅人士都能夠出入自如、通行無阻，提升生活質素。而家就等我為大家介紹下呢一啲無障礙設施。為照顧失明同埋視障人士，屋邨內增設咗路面上嘅觸覺引路帶，樓梯安裝咗顏色對比明顯嘅吸面突圓，而樓梯頂部同底部都設有觸覺警示帶，扶手就加裝咗觸覺點字同觸覺資料。喺升降機入面亦安裝咗觸覺點字按鈕同埋發聲系統。為行動不便人士同輪椅使用者而設嘅有呢一啲斜道、落斜路嘅懸石、標準寬度同形狀嘅扶手、出入方便嘅停車位。呢啲設施附近仲加裝咗暢通易達標誌添。除咗喺公共屋邨範圍內，喺房委會嘅商場亦都增設咗多項無障礙設施，例如為視障人士而設嘅觸覺引路帶、觸覺點字、觸覺平面圖，令佢哋清楚了解商場內各項設施嘅分佈同埋所在位置。為聽障人士而設嘅視像火警警報系統，為方便輪椅人士而設嘅服務台同洗手間。呢啲設施嘅高度都係經過悉心設計嘅。以上嘅設施令有需要嘅人士喺外出嘅時候更加安全同埋方便，同時亦都令到每一位居民，無論傷健老幼，都感受到處處暢通易達，可以快樂安居。